上去哦。哎，对，拿2袋，拿2袋。5000份的猪脚面线，还有5000份的那个我们的幸福茶叶蛋。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说，帮我们的整个台湾啊，整个奇美医院呢，去除霉气啊，去除晦气啊。吃了我们的茶叶蛋之后呢，我们就能幸福美满。好，我们整个台湾都是能天佑台湾啊。那奇美医院们的医疗人员、护士们都辛苦了，医生们都辛苦了。我们就希望呢，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哈，增强他们的免疫力。工作很忙，第一线医务人员面对的这个压力也很大。那我们很感谢东城酱油郑总经理，他们捐赠了5000份的猪脚面线，还有这个茶叶蛋。那我想对我们第一线医务人员这个鼓舞士气是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很感谢东城酱油这个老牌的企业呢能够在这个时间特别对我们医护人员的打气。那我们医护人员也紧守我们的岗位，把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到最好。能够见证我们台南市的东城酱油这个非常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体恤我们防疫人员的辛苦，能够提供5000份的这个防疫餐这个可以说是替我们防疫人员不仅是这个肚子打了这个强心针，而且事实上也对于这个他们的士气有很大的一个帮忙。我们市政府当然是非常的乐观其成，也非常感佩有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事实上这家公司事实上就是这个过去这个做那个酱油自己酱油那个非常好的。那我们感谢我们防疫人员我们奇美医院的各位医护人员大家的辛苦。那这段时间真的是让大家特别为难，尤其现在中央又规定这个防疫期间医护人员的出国是受到一些限制的。那一切都在为了这个防疫战争能够持续，能够这个打赢这场战争所做的这个充足准备。那我们这个企业界在后方我们也是全力的来提供前线的这个作战的这个防疫人员一个好的一个这个体力跟精神跟士气，这里是非常谢谢。